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番，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三山托红罪了菩萨佛，身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。在三山坡红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，设一个大仙池期来洗澡，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，还设一个大仙池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。众佛子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仙衣鞋，可在哪边？众佛子就醒之后，却见不到老母娘，又不见仙衣仙鞋。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，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老母娘，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，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，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，千万别再留恋于理天之舒适自在。若是仙衣邪教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，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，饿了吃松果子，可饮清泉，到了凡间，若天气寒冷，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，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佛子如掉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？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，皆如掉失了魂魄一般，悲伤地哀嚎叹息，纷纷问老母娘：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？母言答：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。老母娘回答说：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，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，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，告一回家之路。将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佛圣训，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赋予。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原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原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焉。从此，皇母之原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点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
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，载每想儿在世苦，母心难安。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，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人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千古，一别6万多年。今时夏运也至为母，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，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圆佛子。老母娘降下了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。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，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不依人修道，任指真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，二行公了愿，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结论而的敦厚善良，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，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。On call. 资料来源网址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s/d/0b_cas1zm/6/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448305.